祝隆中兄弟姊妹們要平安健康、快樂、身體健康。嗱，我嘅經節講啦，在呢個簽人書13、20節咁樣講到，係咪人夾嘅盼夾到要聰明智慧嘅盼，切夾變後要得到聰明智慧，但係咪人夾到五毛嘅盼，而是廢盼，切夾會變出按五毛，切夾又會變廢。切家又未得到傷害，切家又未得到各樣嘅為難，所以切家隔嘅盼，隔到要聰明智慧，好嘅盼啊，又苦切家行嘅盼，苦切家要真錢嘅盼，又大切家心理嘅盼，呢一盼任何隔佢講五毛隔到卡五毛嘅盼，因為到咩呢？呢個簽人27、17節咁樣講到嘅，鐵隔鐵。都相信努力，鐵吸到鐵，你攞都一鐵變成按理講。嗱，人類相信攞也變按厲害，變按強。於是是間人類相信吸相信攞嘅講，是間又變出按厲害。所以是間隔一番，隔要聰明智慧嘅番，佢向攞是間變成是間要聰明，攞是間變成是間按厲害，攞是間變成按強。大是家係心理，大是家係特性，所以係講是要隔到五毛嘅盼，是較被變成五毛。你係講隔到你都做五毛嘅盼啊，是較被切到係冇那兄弟姊妹，所以是家嘅經節講話是家嘅隔到要好嘅盼，又大家係好嘅路，大是家真心嘅路，大家特性嘅路，呢一盼是家夾唔怕，因為是家學要學長期嘅學，長期嘅練習。練下來，即刻又變成按好，得到要利息，得到好嘅路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